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大东区一间三温暖的外口，昨晚5点外发生着枪击案。这开车的嫌犯、开枪的嫌犯，目标是违禁集团的董事长吴明达。嫌犯应该是有掌握着行踪，所以事先来埋伏，就看到吴明达一行人就冲出来，连开5枪。这吴明达甲开车细汉的拢着枪，无性命危险。事后这个嫌犯是诈枪来投案，讲是因为不满吴明达的细汉的收保护费，才来开枪。拄开始，一群人搁伫门口开讲，姓皮枪手无张地位后壁行过来，枪举出来就向准违禁集团董事长吴明达连开5枪。吴明达闪来闪去，依然着枪，拜一个，赶紧走去边啊！另外一个穿乌衫的细汉的嘛被拍到，伫警方到现场进前，2人就被送上车。现场有封锁线、涂骹，也有枪支壳。警方举手电啊，伫找证据。代志发生伫台北市大东区中庆北路这间三温暖，枪手早就掌握吴明达的行踪，犯案进前1点钟就已经到现场勘查甲埋伏啊。只是有听到声音，发觉那不是鞭炮声，出来看的时候已经是有人逃在那边。对。 2人被送到病院急救，拢在人。吴明达倒伫个软桥顶，手包条咧。郭小可举头看一了外口，马街病院因为病床无够，伊甲伊这个细汉的只能转院到台北荣总治疗。伫警方的介护下，和医护人员送上救护车。有什么纠纷吗？ 姓皮嫌犯当时向吴明达甲伊的细汉的近距离开枪，吴明达倒手倒骹着枪，伊这个细汉的正手嘛被拍到，加在无生命危险。伊犯案了后，佫家己到派出所去投案，讲是不满和吴明达细汉的收保护费，才开枪报复。他是到分局的时候，以为是搭计程车过来，后来这个我们调阅监视器，才确定他是开车到这个宁夏路这边之后，再步行来到我们分局来投案。不过这个讲法，警方无相信，将会针对同年记录继续追查，敢是因为帮派混乱，还是有其他土地开发的利益的纠纷，背后种种的疑点，还佫等警方好好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